其實而家未必係傳統意義上嘅 altcoin season，但係佢發覺喺成個4月咧，好多呢啲立立雜雜嘢一路喺度升。例如呢隻咁啊，我一路都有喺 story 度 update。加上有個團隊成員因為呢隻嘢2000蚊賺到100萬，成功賺咗第一桶金。又或者呢隻成個4月升咗差唔多90%，到呢一隻亦都係我哋上個月底內部團隊其中一隻重點留意嘅幣種。我哋嘅問題係明明而家唔係傳統意義上嘅 altcoin season，就點解咁多呢啲咁嘅機會嘅？你唔好忘記我上一期提到嘅 STO 年頭 Riva 呢一隻亦都係我哋得意之作。我哋嘅問題係究竟呢啲咁嘅幣點解要揀喺呢個時間行動？而呢一種另類 alt season 又會延續幾耐？其實想再前多一期咧，我哋已經有提到，如果 Bitcoin 呢一個上升嘅話咧 ，ETH 咧係大機會 outperform。如果你睇一個 ETH 對 BTC 嘅一個比例嚟講咧，你發覺成個4月咧，佢都係慢慢上升。嗱，呢一點華語嘅幣圈咧，冇乜太多人講，係咁以畫幅圖去發覺得到而家嗰個位置咧，大概喺呢一條下降趨勢線嘅邊緣位置左右。會唔會突破上去咧？而家未知之數，但至少咧而家貼近邊，有一定嘅動力。如果你喺幣圈有一定經驗嘅話，你就知道以太幣係 altcoin 嘅龍頭，佢嘅上升好明顯就係會帶動到 altcoin 嘅上升。咁但係唔係隻隻 altcoin 嘅升，輕輕睇下呢隻咁嘅 OP Layer 2概念，你發覺一路沉底。點解唔係隻隻 altcoin 嘅升？好明顯就因為10月11號呢種爆跌咧，好多嗰啲幣咧，其實全部都炒上晒。白話啲嚟講就係成街接晒貨，呢啲咁嘅幣咧好難炒得起。加上嘅係概念上亦都冇一啲新嘅進展，所以你會發覺得到，如果喺10月11號咧，佢唔係跌到爆晒咧，其實佢而家咧個籌碼結構會唔錯。嗱，以呢隻為例啦，先唔好講佢，其實佢都有啲概念，隱私幣嘅概念啦，因為打仗啊嘛，打仗就會用到幣嘅 transaction 啦，咁私隱咧就好重要啦。有一個咁嘅概念喺度，再加上係頭先所講，籌碼結構唔算好差，喺呢一個位置咧，有一個收集咧，然後做咗個上升。所以個關鍵就係你要知道，如果某啲幣你對應住10月11號咧，因為當時好多山寨幣歸零嘅話，你要針對住嗰時嘅價格咧去做一個比較。以呢隻 OP 為例，你發覺得到，雖然佢嗰下即刻剔翻上嚟，但係佢發覺剔翻上嚟之後咧，只不過係俾嗰啲大戶咧 keep 住去賣貨。呢一種咁嘅弱勢咧，好明顯就唔會令到佢喺呢個 ETH 復甦之際咧出現咗一個升幅。嗱，我哋用翻呢隻嚟講啊，呢隻今個星期非常之經典，而我哋咧團隊咧有人咧0.2咧開始捉到呢個冇花冇假，所以喺 story 度咧我一早已經公開晒。好明顯10月11號呢隻嘢未上架，未喺各大平台上架。你發覺得到咧喺呢幾日咧，基本上咧好多啲咩 KOL 啊、YouTube 啊、咩 X 啊，全部清一色喺度做空嘅，睇跌嘅。有啲博主佢未必叫你空啦，但係佢都會叫你大概13號啊、12號咧，佢叫你唔好掂呢隻嘢啊，妖幣嚟啊咁樣。但係你會發覺得到12、13號都只係2蚊，之後咧係去到今日嘅一度咧，差唔多去到20蚊。有啲人嘗試去解釋點解呢隻 REF 會升咁多啦。鏈上分析師有提到一點就係，佢99% 嘅籌碼咧係俾頭10個錢包揸住。嗱，呢度我唔開啲數據出嚟睇，但係呢一種頭10個 wallet 揸住99% 咧，好多小幣都有出現呢個情況。所以個關鍵唔係單係淨止呢一種籌碼集中咁簡單，而我哋要從走勢咧睇得明呢啲咁嘅幣王咧，佢究竟係做緊啲乜嘢？而呢一樣嘢亦都未必喺好多嘅數據上面睇得到。簡單啲講就係你要從個走勢咧，就已經開始睇到佢哋嘅目的。嗱，呢隻咁啦，呢隻講唔就升咗好多啦。但係琴日咧開始咧，團隊成員咧喺呢啲咁嘅位置做咧，做個短線啊，你都咪話唔舐嚟，因為其實佢喺一日之內咧係升咗70%。嗱，回應翻我哋問題，點解要揀喺呢啲咁嘅時間炒起咧？嗱，我哋頭先有講過啦，咩 STO 啊、Riva 啊，其實都係揀喺呢啲咁嘅時間炒起。首先佢哋質地唔錯啦，我頭先所講，佢10月11號基本上未炒爆啦，佢避開咗呢個咁重大對於 altcoin 嚟講歸零嗰個日子，呢啲咩幣咧本身咧原身嚟講咧已經咧係看嗰日時，因為避開咗重大災難啊嘛，未出世。就算出咗世咧，其實佢可能當下咧唔係跌好多。而比較重要嘅係，你同我都知道 Bitcoin 已經跌咗好耐啦，你都知道成街嗰啲咁嘅 KOL 都日日都話咩熊市啊，咩反彈啊咁。你諗下，
KOL 係人，嗰啲莊家一樣都係。你覺得佢哋揸住佢哋嘅項目，你估下佢哋個心會點諗？一定係驚到爆啦！驚咩啊？驚成手貨出唔到嘛？咁喂大佬熊市啊嘛，你唔驚啊？你話牛市啊，咁就梗係出到啦。你哋啊個個都會去炒幣啊嘛，但係而家你同我都知，個個人炒美股啊，美股最近又升咗好多啦。啊！炒黃金啊，雖然跌，但係啲人都係要炒，咁唔會有人炒幣。喺呢啲咁嘅鐘數，佢又驚啦。咁同埋叫又冇人炒幣啦。咁點樣先可以令到啲人炒翻幣啊？就係升，有咁誇張，升到咁誇張。所以點解揀喺熊市炒起，揀喺呢啲咁嘅 Bitcoin 橫行嘅時間炒起？原因就係因為佢既係一個熊市，但係佢係剛好喺呢啲咁嘅位置嘅時候咧，佢又唔係跌緊好多。係一個拉升小項目嘅一個良好時間，加上係我哋上兩期都講過 ETH 一個收貨。你話佢完全冇資金，佢又唔係，但係大家就驚要拉高佢出貨。所以呢個時間做啲小幣咧，一啲鮮為人知嘅小幣咧，非常之揼得杯落。如果你要快速去累積嘅資產咧，其實呢啲都係一個好嘅標的。比較關鍵嘅係你唔需要用好多錢啊嘛，你用好少錢就已經可以試到，你風險唔會話真係咁大。而俾你萬一俾你真係博中一隻 ref 嘅話，唔好話改變命運啦，叫賺翻少少零用錢都唔係咁困難。輕輕講完啲小幣咧，講下 Bitcoin。嗱，相比嚟講咧 ，Bitcoin 咧其實咧個走勢咧冇咁 sexy。咁但係點都好，喺我哋早兩期咧，我哋已經有提過一個，我哋話係3重 FEG 策略，而我哋提過好多次嗰個位就係呢3個 FEG 咧，其實咧佢咧都係疊加住一個鏈上數據。嗱，呢一個就晨早升穿咗啦。過去呢個星期咧，好明顯就係 tackle 緊呢一個 FEG， 而呢個 FEG 我哋都有講過，就係佢係重疊咗一個負0.5 standard deviation NVRV。嗱，即係呢一個數據。嗱，我哋上期都有講過嘅，點解我哋咁關注呢一個數據咧？你會發覺因為佢之前咧次次去到呢啲咁嘅線咧，其實咧佢咧就會有阻力。過呢個禮拜咧，佢都一度上過嚟咧，然後咧都跌咗一下，跟住先升翻穿。嗱，疊加嘅就係呢個 FEG 啦。咁而家就升穿咗啦。嗱，而如果你有睇我 Flash 嘅話咧，基本上咧喺呢個星期咧，我都一路見到啊，都係睇好嘅。我係有明確話俾你聽咧，呢個星期我係睇好 Bitcoin。咁結果都真係升到嚟76嘅。尋日點解會睇好咧？我都有喺 YouTube 度有講過。我哋有提過，如果佢出現呢一類咁嘅走勢咧，針對住嘅係呢一個位，記住一個負0.5嘅 standard deviation，即係話之前係好多時候俾人打翻落嚟嘅一個位置咧。佢有呢一種積極嘅發展咧，其實你冇得太睇空。當然我都有講過就係喂，嗰啲空頭咪呢度開咗俾你咯，咪開開心心咯。結果咧，如果你有睇嗰啲全網爆倉數據啊，呢度爆到一副都係嘅。咁所以你一定要理解實時嘅盤面嘅，唔可以太大安旨意去到咩位咧，一定要做空啊升啊，唔係升就一定假啊，咁樣咧就冇乜意思嘅。嗱，我哋上期咧亦都加多咗一個新嘅位置，我哋話咧呢個位置咧都慎防佢咧係打翻落嚟，形成一個三推嘅局面。嗱，咁尋日咧啱啱好咧，剛好升穿咗呢度少少咧，然後就跌翻落嚟。理論上咧呢個位置咧係應該暫時有人套住嘅。嗱，而家呢個盤面咧4小時圖啦，或者1小時圖咧，暫時嚟講咧有啲弱勢。我哋可以見到嘅就係佢打咗呢一個前高點之後啦，我哋諗緊嘅係可能有人喺度套住啦，然後咧佢出現咗一個弱勢嘅盤面。嗱，呢個1小時圖嘅走向，如果喺而家呢一刻咧，佢唔快速行翻上去咧，肉酸嘅係有啲唔係幾好。加上嘅係呢一個位置咧，其實有啲流動性真空啦。之前成日講呢個概念，佢係真係有機會咧快速下跌。咁但係如果從一個大時間級別嚟講咧，佢講唔上係好差嘅。大時間級別嚟講咧，我嘅睇法係，如果針對自己個位置咧可以收復到嘅話咧，係可以咧繼續咧有一個反彈啊！呢啲位一定要望住，就正如我哋之前所講嘅兩個 FEG 你會發覺得到咧，佢哋喺呢啲去到呢啲咁嘅關鍵位置咧，佢一定會有啲掙扎嘅。你要做嘅就要睇佢點樣掙扎落去，最後收唔收復到。比較穩陣嘅做法就係等待優質發展，喺優質嘅位置咧揾一個幾好嘅介入點去介入，無論短又好，中線都好，去部署你嘅操作，就唔係咁簡單話要去到咩位啊，要做空啊咁。即係而家因為好多人都講呢啲嘢嘅嘛。咁但係問題係你去到嗰度，先唔好講你而家都未到，你亦都冇需要掛定啊。陣間佢真係出一個重大嘅趨勢，不斷咁逆勢
繼續亦都係冇乜意思。所以而家短線嚟講咧，我自己會幾留意喺呢度，因為如果呢度咧佢真係要打翻落去嘅話咧，佢咧就喺度扮緊呢啲咁嘅嘢咧，咁就唔係幾好睇嘅。但係如果咁樣咧，就會好好多。就算佢真係要跌咧，極其量跌到呢度咧，佢都要上翻去收復到升上去，咁樣會係最好嘅。對於多頭嚟講，嗱我哋加少少宏觀視角啊，呢度我唔貼太多新聞。嗱我哋知道美股都升到爆廠啊，今個月原因係因為美國停戰啦，跟住今日 Trump 又開始講嗰啲開始要談判啊，好似話咩伊朗美伊戰爭已經結束啊，咁你發覺作為風險資產納指咧升到爆廠，咁跟住你又會問，咁點解 Bitcoin 又升得慢少啲咧？嗱，如果你從成個圖表嘅走勢嚟講咧，你毋庸置疑嘅，你一定係人哋勁啲，因為人哋係升穿晒差唔多所有跌幅咁滯㗎啦，師傅你睇下呢度，佢得翻啲未升穿，咁佢好勁，咁所以成個環境嚟講咧，好明顯咧，而家變得好咗嘅。至於會唔會持續咧，亦都好難講，因為佢同戰爭有啲關係啊嘛。咁但係頭先回應翻頭先問題係點解佢又升得少啲咧？納指升得勁咧，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可能都未必好多人講，所有人都喺度講，因為美伊停火，市場鬆一口氣。冇錯，呢個係導火線，但係真正嘅燃料咧，其實係一間你可能已經放棄咗嘅公司 ，Intel 就係嗰個被嘲笑落後台積電5年，股價跌到咧，大家都唔敢睇嘅 Intel。嗱，4月初咧，佢宣布咗3件事：第一，佢用咗142億美元咧買翻愛爾蘭嘅晶圓廠；第二，佢加入咗 Elon Musk 主導嘅 Terafab 晶片製造計劃，幫嗰啲 Tesla 啊、SpaceX 啊、XAI 啊做芯片；第三 ，Google 啊都宣布佢嘅數據中心咧採用 Intel 最新一代嘅處理器。結果你見唔見到啊？9個交易日升咗差唔多60%，呢一個係 Intel 26年嚟最大嘅單周升幅。於是市場咧開始意識到美國嘅芯片業復興未必係一個故事，係真係發生緊。所以咧戰爭停火咧係情緒 ，Intel 嘅動作咧可能係 AI 故事嘅基本面。當情緒同基本面同時向上嘅時候咧，就係呢一種升到爆晒廠嘅感覺。咁所以點解佢咧比 Bitcoin 升得咁緊要？因為人哋 AI 題材咧又有啲故事可以講。Bitcoin 咧暫時咧要等嘅故事係咩咧？好明顯就係自己嘅穩定幣法案。你發覺得到咧，其實佢而家 Polymarket 咧，大家覺得個機會咧都係徘徊喺60%啊左右，講唔上好多，但係又未算好少。但無論點都好，而家停戰啦，暫時嚟講，如果佢冇反口覆舌嘅話咧，成個環境對於風險資產嚟講咧 OK 嘅，因為你見啲油價都回咗好多啦嘛。如果再加埋咧 Clarity Act 咧有啲進展咧，我會好想咧 Bitcoin 咧可以好似嗰啲 AI 股咁樣，有嗰種情緒同埋基本面嘅共振咧，出現一個嚇死人嘅升幅，然後拉爆晒嗰啲空頭。咁呢個係我個人嘅願望。咁但係當然都係嗰句，未來嘅嘢冇人知，我哋唯有暫時留意翻價格行為，睇下有啲咩操作空間。我係花多 Like、Subscribe、Comment、Share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